配得我们的赞美。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的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的赞美。但当我罪灾和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的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的赞美。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的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的赞美。他都忠心服侍上主，上主赐福给他。哈利路亚！我们的力量是从主而来，阿们吗？我们要来赞美他，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你是神一切更有能力，我要不属这世界，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想拥有更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
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再一次大声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次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还有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他赐给我们力量的主，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力量，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主，你配得我们的大赞美。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担当我罪债和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再一次，耶稣，神羔羊。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是的，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你是配得我们赞美在那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要世世代代来赞美你，世界各国都要来赞美你，万民都要来赞美你在宝座上那圣洁的羔羊。我们要一起开口，再次来赞美他，就是因为你是我们依靠的力量。我们要来赞美你，感谢你，你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世世代代都要来赞美你。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让我们高举双手来赞美他。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心中的城门。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中水的神。再次从城门抬起头。从城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因为荣耀的君王已经要进到我们当中了。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中水的神。再次从城门抬起头。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从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中水的声音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这敬愿是拜生命是弥赛从这代到那亚。代是要永远不能被赦免的。值得我们赞美，是配得我们大大赞美的神。我要来颂赞你，从地极到地极都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要向你来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将荣耀能力归
前，齐声敬拜他。哈利路亚！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用我们全人来敬拜你。我们不看这地上的一切，而是专注定睛仰望你。地上的一切将要过去，唯有你是永远不改变。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来到教会，一同来敬拜，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肢体，成为一家人。愿神你这时候再次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触摸每一个孩子的心，让我们的心软弱的，愿你加添能力；疲乏的，愿你加添力量。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能够靠主重新得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刚强站立，能够靠主得着坚固。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献上如此的祷告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的灵要大大与你同在。上帝的灵要大大与你同在。阿门，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继续是在历代志下。我们知道历代志下是一卷不容易读的书，因为非常的长，加上历代志上。但是呢，我们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今天已经读到第66啊，对不起，前面是有28天，然后现在是26天，加起来是56天。好，所以我们已经读了第56天。那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的第25章，好，26章的1到5节。好，那因为只有5节，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请。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雅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乌西雅收回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雅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乌西雅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今天我要透过乌西雅这个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叫做名扬四海啊！好，名扬四海的准备。有没有人想要出名？有没有人想要当网红？有没有人想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你呢？出名好有2种，好，一种是好事，一种是坏事。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好事不出门，然后呢，坏事就传千里啊。好，另外一句话呢说：积善3年，人不知。就是他做了每日一善，累积了3年，哇，做了1000多件的善事。可是他还没有出名，没有人认识他。但他只不过作恶一日，1000多个日子以来，每天都做好事，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做坏事呢，结果呢远近闻，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今天我们去吃餐厅，我们都会从 Google 里面去找什么？找他的评价，好，他是几颗星？哇，这个1颗星的你要不要去吃？打死都不去吃。好，你可能会去吃那个4颗的，4.5颗以上的。每个人都想要找那个出名的，有那个星星越多的，哇，就是评价越高。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行业呢，就是专门在消负评，知道这个行业请举手。好，只有1个人举手，2个人。好，有一个行业呢，就专门在帮那些商家，好，被人家用负评灌爆的，只有1颗星的，他也可以有办法让他起死回生，他不用重新立一个账号。有这个行业，好，所以他的做法呢，就是他会去找人，然后他会去帮你洗刷，然后在网络上面把你这个声量呢，好改变，好能够维持好名声。你知道，连商家都这样，而我们现在选举也是这样。选举也是靠很多的网络好来做这些的操作，
让这个声量呢能够不断的被拉抬，好，不断的被维持，然后很多人讨论，哇，大家觉得这个人哇应该就是这么好，这个店家美食吃起来就是应该这么好吃啊。但是呢，这些都是网络时代所产生出来的效益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声望永远比金钱难获得，而且声望比金钱还珍贵。好，我们一起说一次：声望永远比金钱难获得，而且珍贵。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声啊，好，跟金钱，你要选择哪一个呢？如果只有名声跟金钱，你会留在这世界上留下来的是名声，你留下来的金钱马上都被人家花掉，所以你一生最后留下来的叫做什么？名声或是声望。但是你努力一生所留下来的金钱呢？那个是大家都可以花，拿到人他就可以花，但是只有那个声望、名声是你专属的，没有人能够替你花。所以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名声、你的声望是你专属的，你的名声、你的声望是你专属的。所以你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为你留下来就是你的名声、你的声望。我们当然都期待好能够成为一个被人家给予好评的，是正面的评价，好，最好是能够荣神益人，是个5颗星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挑战。这里有2个字，分得清楚吗？左边的念，右边的念，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把上面那一横放到下面那边来。上面跟下面这2个字，好，贪跟贫呢，只有差笔画都一样，只有那一画，好，就是圈起来那一画，放在不同的地方啊。贝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古人的钱那时候都是用贝壳，好，因为这古时候人不住在海边，他们用贝壳觉得很珍贵，所以还没有发明钱以前用贝壳来买卖，当作货币。可是呢，如果你今天都只是为着贝壳而活，你的今天都是贝壳，所以呢，这个贝壳就是代表你是一个贪的人。但是呢，如果你的你的贝壳呢，好，都分光光了，都花掉了，那就是一个贫穷的人。所以古人呢留下了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声望不能够穷的只剩下钱，不能够人生最后留下来没有名声，留下来只有贝壳。你的声望里面不能够只有靠钱来堆积啊。这个礼拜呢，我们又在关注新闻，但是呢，这也是这礼拜的新闻。韩国的前总统文在寅涉收贿，好，这是4天前的新闻啊，8月底爆发。好，几天前呢，好，韩国的总统，好，他的女儿呢，好，可能透过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好，去炒作，结果呢，让大家韩国人怎么样？又失望一次，又失望一次。好，因为文在寅他已经退下来2年多了。2年多，哇，他好像都没有任何的这些贪污缠身啊。但是呢，做了这张表，好，你可以看到历届韩国总统卸任后的下场。好，他的前一个叫朴槿惠，被判有期徒刑啊，是贪污受贿。好，在前一个呢，好是这个好很多，每一个都是贪污受贿、贪污受贿、贪污受贿、贪污受贿。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是有期徒刑，有的是跳崖自杀。这个数据呢，好，让我们看到，韩国是一个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可是一个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选出来的总统，最后每一个都是官司缠身，而且呢，都在这个贝壳当中，要么就是贪，要么就是贫，要么就是贫，不然又是贪，再这样子换过来换过去。而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呢，好，历届以来，好，上礼拜有分享，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去看这个网站哦，这是由我们的国史馆国家史料馆架构的网站。这个网站呢，在2022年2年半前才设置啊，是将中华民国历任总统的资料库，但是进去看呢，你可以看的东西就是比较属于官方的文史资料。但是他在介绍这个网站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不错。就是让社会中华民国台湾的人民能够以总统为中心，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
我觉得这句话跟我们现在在读历代志，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们在读历代志，看到这么多的王，这么多的国王，他们这个王若行得正，这个国家就进步；这个王若行得不正，这个国家就被管教。所以这个王呢，从大卫在主前1005年开始登王之后，上帝跟他立约，要让他的后代都坐在这王位上。结果一路传，从大卫传到最后一个西底家，21个，传了21个王，总共历时了419年，最后这个国家呢被灭掉了。但是呢，在1947年，70多年前，这个国家又复国了。这以色列又从这个地表上又恢复了，又继续。只是呢，不是像当时以前啊。但是从这些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每一个在位的人跟国家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透过大卫的第6代，叫做约沙法，他呢有让我们学习3件事情，就是他在各城教导律法书，避免百姓犯错，而且他在每一个坚固城来设立审判官，让审判官能够面对犯错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呢，在他面对大军来袭的时候呢，是一个好几国的联军，但是他在敌军的面前设立歌唱的人，让这些的错或是灾难变成祝福。这是大卫他的第6代，约沙法的身上。今天牧师就快转，从约沙法再继续往后看约沙法他往后的第6代到乌西雅，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第6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先来看，从约沙法之后，他的儿子叫约兰，再来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亚哈谢是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呢约阿施，约阿施的儿子呢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乌西雅。这6代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在约沙法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错误的连结所产生非常恶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呢，我相信是约沙法无法想象，就是约沙法和当时的北国亚哈王2个人联手联姻，结果这个联姻呢，婚姻的姻变成了南国犹大的祸因。到他的第3代，就是亚哈谢；第4代约阿施，都深受毒害，饱受威胁。他们联姻呢，所以呢，他们当了好朋友啊。他们想说，我们不要打仗，好朋友呢，他们就互相的分享。结果没有分享，一起上教会，没有一起去做礼拜。好朋友呢，后来一起跑去喝酒啊，一起跑去跳这个八家将啊。所以呢，亚哈就把他女儿嫁给约沙法的儿子这个约兰。所以这个亚他利亚呢，这个本来是2个国家，后来2个联姻之后，约兰娶了亚他利亚。圣经记载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把他所有的弟弟都杀了。他有好几个弟弟，5个弟弟都杀掉。接下来呢，他的儿子呢，遇到灾难。他的儿子呢，就是被非利士还有阿拉伯来的军队杀掉，只剩下一个最小的亚哈谢当王，差一点也没有了。后来当上王之后呢，又遇到了这个亚哈谢也死了，因为他也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亚哈谢的妈妈就是亚他利亚，见有机可乘，就把亚哈谢其他的儿子都杀了。结果有一个约阿施被藏起来，但是呢，亚他利亚他就成功的篡位。所以这个南国呢，几乎都被北国的女儿亚哈的女儿拿去了。所以这南北2国呢，陷入到一个危机，而且这篡位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就在这6代当中，从约沙法下去的6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透过这个亚哈谢的妹妹，圣经说妹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姐姐，叫约示巴。约示巴他的先生叫耶和耶大，我们说的是耶和耶大。他是一个祭司，他呢的工作应该在圣殿里面。
我们上礼拜有说，好，教会跟政教要分离啊，好，但是不是说你在教会工作的人就不能去关心政治的事情？耶和耶大就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全时间的祭司，但是呢，好，因为他看见这个国家被亚他利亚女王拿去了，而且他把国外这个亚瑟拉偶像的神明通通带进来，而上帝的圣殿都快要被荒废，所以他想办法来保持约阿施的性命。他那时候才刚刚出生几个月，而且把他藏在圣殿当中。到他6岁长大之后，好7岁的时候，透过一次安息日发动政变，然后呢把约阿施扶正啊，而且耶和耶大还组织了军队。好，所以呢耶和耶大好，他在他扶正约阿施的日子当中呢，圣经说他把圣殿整修到原来的样子，跟以前一样坚固，甚至后来这个圣殿可以继续的做礼拜，可以继续的献祭啊。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好，如果只记得自己做礼拜，却不关心国家的事情，当这个国家荒废的时候，好，这个教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耶和耶大跟人民立约，跟百姓立约，跟王立约，他们都要遵守上帝的话。而耶和耶大好，他也在约阿施7岁的时候辅佐他，在他的身旁照顾他，然后呢，让他能够好好坐在这个王位上面啊。好，所以约阿施做了40年的王啊。而这耶和耶大呢，他也很得到上帝的祝福，让他一路活到130岁。这是从摩西到我们现在，好，到我们现代圣经当中有记载的年纪当中，好，耶和耶大是排第一哦。摩西120岁，好，但是耶和耶大还超越他，好，而且到今天，好，几乎圣经没有再提到有这样的人，而且到今天也很难再找到人类可以活到130岁。而耶和耶大，好，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他有一个主动承担，不贪恋权位，但是关心他的国家前途和将来，而且他的智慧和勇气，是因为他来自于他是一个祭司，就是他在教会工作，而让他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要做上帝所认为对的事情。好，所以他即使发动了政变，但是呢，好，上帝也大大的祝福他。可是呢，这个约阿施呢，后来做了让人很失望的事情哦。约阿施呢，好，他在耶和耶大，他叫姑丈。姑丈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他又继续交了一群坏朋友。结果这群坏朋友把约阿施带坏，又开始去拜偶像，好，拜偶像，以至于约阿施又离开上帝，甚至还杀了好耶和耶大的儿子，好，就是他的侄子哦。所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上帝管教他，就让他在战争当中惨败。甚至呢，他还受了重伤。受了重伤的时候呢，他的手下2名军官，这2名军官都是国外，好，都是有国外血统，好，所以呢，来杀了约阿施哦。所以约阿施呢，在年老的时候，不仅战败，而且呢，还被他的手下背叛。这个国家呢，又陷入到一个灾难当中。而约阿施47岁，他有个儿子。好，他的儿子呢，亚玛谢起来当王的时候呢，他也遇到前面也是一个上帝认为好的王，可是他在一场战争当中胜利之后，他就骄傲呢，他怎么做？他把国外的神带回来膜拜，所以亚玛谢好是约沙法的第5代，结果呢，连续从亚哈谢、约阿施、亚玛谢，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对上帝不忠。亏他们前面都对上帝很忠心，到年老的时候呢，却没有忠心到底，以至于呢，他虽然打仗打赢了，但是上帝还是让他的属下来杀他。所以你看，这对父子约阿施战败了，好，上帝管教他；他的儿子战胜了，结果把偶像赢回来，好，上帝也管教他。所以乌西雅，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圣经乌西雅，就是在前面这么复杂的历史当中，16岁当上王。其实他当王的时候呢，他爸爸被抓走了，他的老爸亚玛谢被抓到北国去，
被抓到北国去当俘虏。可是乌西雅呢，只能够奋发图强哦。好，他再不奋发图强，这个国家快要崩溃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亚玛谢，他以为这个丢官军提金牌、公银斗邓来，好想说国外回来的神明比较好，比较能够保护他。但是呢，他却看清了上帝给他的祝福。好，所以再回到这张图，约阿施后来被外国的臣仆所杀，他的儿子亚玛谢打赢了外国人，但是却被本国的臣仆所杀。现在呢，剩下了乌西雅、约沙法来到了第6代。大卫的第6代是约沙法，约沙法的第6代是乌西雅。乌西雅他怎么样能够声名远播、势力强大呢？今天我们这段26章的圣经，如果继续往后读，读到第15节，你会看到这一句话在形容乌西雅。我们一起来读：他的名声远播各处，势力非常强大，因为上帝帮助他。在那个国家前面非常混乱的时期，可是他为什么上帝帮助他呢？他能够势力强大，让他的名声传到远处。我们都知道好事不出门，但是乌西雅王却能够让许多国家的王来认识他，名扬四海。有几件事情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乌西雅他有一个本国的母亲哦。历代志下25章、26章，让我们看到乌西雅的妈妈，还有乌西雅妈妈的妈妈，我们叫做外婆，都是耶路撒冷人。换句话说，乌西雅的妈妈和外婆都是基督徒啊。你的妈妈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好，哇，你有救了。好，请放下。你的外婆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好，外婆妈妈的妈妈是基督徒。好，你们有双倍的祝福啊！在圣经当中，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是基督徒。好，除了乌西雅，他能够名扬四海。好，另外一个人就是提摩太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保罗说提摩太有一个无畏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来自他的妈妈，好，跟他的外婆。所以，如果你的妈妈是个基督徒，或是今天姐妹你是个基督徒，将来你要成为一位母亲，你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你是个很关键成为儿女的祝福还有遮盖。乌西雅王因为他的妈妈是耶路撒冷人，在圣经当中这么多的王，从大卫一路下来到这个乌西雅是第12个，这12个耶路撒冷的国王，只有2个是娶了耶路撒冷的女子哦，就是亚玛谢和乌西雅。前面10个呢，都是娶外国人，都没有娶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而代表这些的王，好，他们都是迷恋国外、迷恋外地的女子，却没有看见本地的最好。第二件呢，对不起，好，所以呢，乌西雅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要寻找交往对象，好，我们要学习有这样的智慧，跟基督徒交往，好，是最蒙福的，好，而不要只有看到外面的男生、外面的女生，哇，长得又高又帅，又多金又有钱。然后就被迷恋，好，所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交往交基督徒的最好，交往交基督徒的最好。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对象，我们要交往，我们要或是在祷告当中，第一个条件，好，就是一定要找基督徒的对象，你的后代才会蒙福。第二个，我们看见乌西雅王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不会去眷恋那些 KPI。而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怎么说呢？在历代志下26章讲到乌西雅王，他的重点是在防御工事。在他前面的王呢，有的是去进口买马，有的是去造船，有的呢是在去发展军队，好，有40万的，还有60万的，还有80万的。但是呢，乌西雅呢，好，他却是很扎实的做防御工事哦。所以在城门的城边、墙角、转角，他都建造城楼。好，他知道他的国家的弱点
缺点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去加强那些防御工事，甚至他也挖了很多的水井，因为他们耶路撒冷城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没有溪水会流到上面去，所以他就要造水井。所以呢，他是第一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挖水井的王。后来我们会读到，下礼拜我们会介绍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也挖了一个水道，他利用那个水井，然后挖了一个水道直接穿出去，变成一个秘密通道。但是呢，其实是乌西雅先动了这个 idea， 让这个城市国家有水可喝。所以我下礼拜我们看到西西家的故事的时候呢，他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他的祖先乌西雅。还有呢，乌西雅他不仅在耶路撒冷，他离开耶路撒冷，在山脚下平原，他也养了很多的牛群、畜牧，还有他喜欢耕种。有没有人喜欢种菜？没有啊，喜欢吃菜，连吃菜都不喜欢哦。好，有人喜欢吃菜，但是呢，乌西雅他是一个很务实的农夫哦。他呢不仅是养牛养羊，而且他还开发耕种。他甚至鼓励人民在山地开垦葡萄园，所以有畜牧、有农业，还有水果，葡萄。而且葡萄不是拿来水果，葡萄是拿来做酒的，是做他们的粮食。所以葡萄对他们来讲是他们的饮料，也是他们的酒，也是高价值。所以呢，他在整个国家呢，他是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在。今天我们住在桃园的人，越来越少在务农，但是呢，桃园以前也是一个务农的地方。桃园有个名称叫做千塘之乡，有没有听过？为什么叫做千塘之乡？它有1000个埤塘啊。全台湾埤塘密度最高的就是桃园哦。可是现在这些埤塘都怎么样？都填起来。为什么填起来？都来盖房子，都来盖房子。埤塘它不是天然的，埤塘跟湖不一样，埤塘都是人造的，都是人工挖出来的。为什么要挖埤塘？因为桃园也是个台地，从林口过来之后，桃园都是个台地，也是地势比较高。但是呢，那古时候的人，为了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要种东西，他们需要水。如果遇到下雨不够的时候呢，他们就挖埤塘。所以超过1000多个埤塘，在桃园各个地方。桃园本来是一个很注重农业的地方，但是呢，时代的改变，可能在我们庐山长老小时候，这个桃园这边进出的时候呢，大概还看到很多的农田。可是呢，可能到庐山长老念国中、高中的时候，哇，这些农田越来越小。今天你从桃园火车站，以前只要走到三民路，你就可以看到农田了。现在走到三民路也看不到了，还要再走到春日路也看不到了，再走到南坎也看不到了。要走到哪里？可能要一路去到芦竹，现在芦竹看得到农田吗？可能也看不到，要去到大园，去到海边了。这跟我们整个经济有关系，但是造成的问题是，以后我们的粮食都要靠别人，万一断粮了，万一这些供应链，像乌俄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战，他们的这个供应链如果断掉之后，哇，大家真的就饿死了。吃泡面、吃罐头，或是吃什么其他的食物。而农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但是今天不要说北部，连中部、连南部，务农的都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可能都不关心这一切，我们只关心，反正我只要赚到钱，有钱我就可以去买吃的。我只要买到吃的，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来。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不一样的眼界，不一样的看法。至少什么叫做自给自足？在亚当夏娃或是古早人的年代，他们没有这些的 7-Eleven 可以买东西的时候，他们要靠什么生活？今天如果这个停电、断水、断电，你要怎么样活下去1个礼拜？你让他们活下去1个月，你有没有办法在外面生存下去？这也都很重要。乌西亚王他一个很实在的，就是他不是靠进口的，他都是靠本地的。
所以他在本地做很好的开发改良，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第三个乌西雅让我们看到他不留恋地上，对不起，乌西雅让我们学习到一件功课，不必留恋地上，而是天上的最好。什么意思呢？乌西雅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王，而且他在位很久，可是他一生呢也相当的坎坷。但是呢，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呢，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乌西雅跟他的爸爸、跟他的阿公，从约阿斯、亚玛谢、乌西雅，连续这3个王呢，都叫做虎头蛇尾，台语叫做虎头鸟七尾，就是他前面哇像个老虎一样，活到最后呢，尾巴人生结束的时候，像一只老鼠一样。一开始我们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一是你的，死后还是你的，叫做你的名声。可是这些王呢，不论他们多么厉害，最后到尾巴的时候呢，只剩下一只老鼠。乌西雅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26章的16节。乌西雅王强盛，使他逐渐骄傲起来，招致他的衰败。他冒犯上主，他的上帝，挤进圣殿，在香坛烧香。前面26章的前面那一节，15节我们还在说乌西雅的名声传到远方，他得到上帝极大的帮助，极其强盛。结果下一节就是这一节16节，乌西雅的强盛，上帝要祝福他，他却承接不了，让自己骄傲起来，骄傲到说：我居然是王，我也可以像耶和耶大一样，我要进去圣殿里面，我要上台，我要服侍，我要像这个台上的祭司一样。结果呢，被祭司禁止，祭司已经出来劝他，他还继续的做。结果当下他在圣殿做这个举动的时候呢，祭司的话还没有讲完，就乌西雅他的头上就长出了白色的大麻风。结果呢，大麻风就是一个不洁净的记号，祭司马上判他，你不能够在圣殿，你是不洁净的。结果他连后来都不能够办公，他只要一辈子关在房间里面。这个乌西雅王，所以你继续读这个圣经下去的时候呢，非常的讽刺，这个王上帝要这么样的祝福他，结果他只是一念之间，就在15节跟16节，人生的大转变就是他的骄傲。今天牧师要分享这个故事，这些的信息，就是说我们都有可能被上帝祝福。当上帝祝福你，你可能会出名，你可能会有很卓越的地方，你可能会像乌西雅一样，像这些王一样，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甚至你会拿到一个戒指，就是权力的魔戒。当你拿到这权力的魔戒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句话，下面这句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好，请大家说一次：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当你拿到权力的时候，这个戒指套上去的时候，你可能成为班上的第一名，你可能成为学校的校花，你可能成为这个市好的这个10大杰出青年，你可能成为这个丢冠军提金牌，这个戒指冠军的戒指戴上去了。但是你要记得，你不要变人生的最后结束变成一只老鼠的尾巴。人生爬到一个巅峰，但是不要让你再从巅峰坠落下去，比那个一开始都还不如。不管是乌西雅，不管是他的父亲、他的阿公，都是这样。这里面真的只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人生结束之后没有掉下来的，就是他的第一个祖先叫做大卫。从大卫下来12代，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一个能够像大卫一样，到人生要结束的时候，还能够那么样忠心的爱上帝，还能够那么样忠心的爱神。这个表呢，是一个预言，
我们现在是2024年，在2025年，好，我们今年呢，我们的 GDP 好跟韩国呢，好会非常的接近，好只差到个位数，好这个年收入是用美金来算的，好平均每个人的收入一年会达到4万美金，好去年是38397美金，今年我们会突破4万美金，全台湾人的收入平均加起来再除以平均台湾人。而明年之后呢，2025年我们就会超越韩国，而且一路超越下去。好，所以明年会是一个关键年。好，但是呢，这个是从过去的这个统计数字，所以让我们看到韩国为什么被台湾超越，我不晓得。好，但是跟一开始我所分享的韩国的总统历任总统他们的带领。在他们带领之下，最后下台的总统，通通都被人家铐起来，进到监牢里面去，是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好要汲取的，好是我们的国家的总统，接下来的总统，下一任的总统，都是你我每一个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我们所选出来的总统，他是一个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带着什么样的企图，要来带领这个国家呢？一个国家强盛有很多的基本面，好，但是呢，牧师自己想象，一个国家的强盛的基本面呢，至少国防要强，经济要强，教育要强，农业要强，制造业要强，政治要强。政治强不是说我们的很民主，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他的诚信水准很高，他能够抗得起诱惑。他能够看得起这些的贿赂，他能够看得起这些有人要都更、要开发，然后呢用多少钱给你，好你就帮他变更容积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政治人物要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诱惑，还有我们国家科技、文艺、运动各方面都要强盛。而这些的强盛呢，并不是只有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在我们的后代的身上。我们要国家好，上帝祝福台湾好。从刚才上面那张表，我们可以知道，台湾已经走到一个越来越强的地方，好，连韩国都拼过去啊。好，那时候牧师在这里当青年牧师的时候，好是2025，有一次2029年，好，我出国去到那个法国，好，去到巴黎的时候呢，好去参观加尔文。到巴黎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在法国巴黎好的市区的上面的街头的那个招牌，一看到是3星，然后一看到是 LG， 好，那个年代大概就是 HTC 的时候，好 HTC 很红的时候，但是呢 HTC 好没有超越南韩哦，好，但是呢现在台湾又靠别的地方超越南韩，好啊，因为 HTC 变成中国人的品牌，变成中国人的骄傲。好，但是呢，那时候韩国是这么强，在全世界最热闹的城市，到处都是3星，到处都是 LG。但是呢，今天好，韩国有韩国的问题，好，而我们台湾好还在进步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的将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让我们的国家好可以名扬四海，好，台湾 No.1 哦。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好13到16节。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它不再有用，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出名，好都无所谓，但重点是当你出名之后，那个名到底是把荣耀归给谁？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成为盐，还要成为光。光它的意义呢，不是放在台下，不是放在桌子底下、床底下。
光的意义呢，是要放在高的地方，是要能够照亮那黑的地方。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命定，就是要成为盐，成为光。也就是说，基督徒要为主发光啊！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基督徒要为主发光，基督徒要为主发光。你要想，有一天当我发光的时候，当上帝祝福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荣耀上帝？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从乌西亚的身上，我们学到这3件事情：我们不必迷恋外国，本地的最好。你不用觉得别的地方更好。其实，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就很适合我们的，而就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不用眷恋那个绩效 KPI， 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最好。我们的基本的民生的好，我们基本的守法观念都很重要，而不必留念地上的，是天上的最好。当我们戴上权力的戒指的时候，为主发光的时候，好，你要记得这个戒指要怎么样把它拿下来，而拿下来之后，你最后留下来的名声，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一生的祝福和礼物。好，请敬拜团来到台上。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牧师要鼓励大家来思考几个问题。一个错误的关系会贻害到第4代、第3代、第4代。如果我们曾经有错误的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去修正、去修补。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错误的关系，我们要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让每一步的关系都能够成为人生的祝福，而不要走错路，像约沙法走错了一步路，他的第3代、第4代差一点死光光。第二个要思考的就是后来的荣耀，末后的荣耀要如何大过先前的荣耀。迦南教会今年要庆祝59年，明年要庆祝60周年。迦南教会先前的荣耀，可能很多人都还不认识，但是这个荣耀是彰显上帝的荣耀。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60年前、59年前，上帝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上帝既然拣选了这个教会，他对这个教会是有寄托、有希望的。60年大概就是3代，3代的当中，我们努力到今天的地步。而下一个60年就是往后的3代，后面的3代是谁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把教会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家，上帝的家，让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在这边的努力，是为了将来第2代、第3代，甚至照圣经来看，如果是从第1代到现在，我们希望迦南教会的每一代都能够得到祝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每一步，很小心我们的每一天，很小心我们的每一句话，都要能够成为盐，成为光。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要邀请大家将我们今天所听的话，能够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是非善恶，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因为你借着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善，什么是神你所不喜悦的恶。愿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判断分辨是非对错善恶，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愿上帝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都不离开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为迦南教会过去的荣耀来向主献上感谢。这个教会是一个全台湾都曾经认识的教会，在这教会是一个很多的教会都要来这个地方来观摩学习的教会。迦南教会在过去是一个人人羡慕的教会，是一个强盛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是一个培养许多领袖的教会。在这教会所诞生的每一位长老，所诞生的每一位执事，都不是随随便便、青青菜菜，而是都是被装备，都是被拣选，都是上帝忠心的管家、良善的仆人。我们为我们为迦南教会感谢，也要为将来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的荣耀来祷告。让我们这一代能够承接上一代，让我们能够领受祝福，让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能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国家继续的往上，而不是维持持平，更不是往下。让我们有上帝的话能够带领我们突破再突破。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迦南教会来祷告，因为你拣选迦南教会成为一个强盛的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主啊，你也让迦南教会成为一个被各地所认识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承接这样的使命。主啊，继续来承接主啊这样的量能。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世代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警醒。主啊，我们同时也看见你正在祝福台湾，你正在兴起台湾，你要让台湾在这世界上能够有机会为上帝来做工、做见证。让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城市社会来祷告，为年轻人、为下一代来祷告。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谨守你的话语，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够跟随你、荣耀你、高举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你就是关键，你就是上帝国度的 KPI， 你的言行举止都是关键。即便你像是一个盐，像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光，但是当所有的盐加在一起，所有的光聚在一起，要发挥极大的影响力。愿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盐，做他的光，让我们有各样的好行为，能够把各样的好行为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求上帝祝福你，求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被神所兴起。这个月份是个开学的季节，这个月份是一个新的月份，这个月份是一个承接，从夏天要进入到秋天。愿上帝让你在今年所有的耕种都能够开始收割。愿上帝祝福你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当中，能够看见上帝的同在。你所读的圣经不会白费，你在主面前的祷告祈求不会被遗忘，你在神面前的服事，即便没有人看见，但是上帝都要纪念，都要报答你，都要祝福你。这是一个上帝要赐福的时刻，要使人得丰收的时刻。让我们抓住机会，撒种、耕耘、浇灌，让我们在上帝的家、上帝的殿、上帝的田地当中耕耘付出，让我们所栽种的都能够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每一天的生活来祷告。愿上帝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父神，我们要再次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每一个孩子来祷告。主啊，求上帝你来祝福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你所要兴起奇妙作为。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成为你所拣选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来看见上帝的作为。主啊，谢谢主，主啊，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依靠的力量，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手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大声来唱，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
当我醉在何羞怒，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举起我们的手说：耶稣，神羔羊。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主，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说：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让我们更轻的来唱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是的，主，我们不害怕出名，我们不害怕有一天站在台上，我们不害怕成为第一名，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同在的祝福。我们害怕的是，当我们站在台上，当我们被世人所认识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忠心到底。我们害怕的是，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依然紧紧地抓住你。我们害怕的是，在我们人生最后的时刻，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主啊，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让我们有更远的看见，再次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能够看得更远、更广阔，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活着不是只为着我们自己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作为影响我们的第三代，影响我们的第四代，甚至影响我们的世世代代。愿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孩子从这一代开始，不论我们的妈妈是不是基督徒，不论我们的妈妈的妈妈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的孩子要是基督徒，孩子的孩子也会是基督徒，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要在上帝的家，在上帝的教会领受祝福，还有我们的国家也要越来越强盛。140年前，150几年，157年前，当上帝你差遣了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到今天，上帝你的祝福一直都在台湾。
上帝，你差派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留下了这些好名声，他们所留下这些美好的见证，到今天仍然是被人所纪念。我们要起来承接，我们要起来学习，我们要起来为上帝的国度来努力，来预备，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吃吃喝喝、快快乐乐享受过日子，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为主发光，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结出果实，是那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台湾人的骄傲，台湾能够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国家，台湾能够成为一个进步、民主又自由的国家。台湾将要诞生更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领导者。台湾的下一代是要更加的守法，是要更加的勇敢，是要更加的来关心社会国家。台湾的下一代是有更多的年轻人用他们所学的科技来发展农业、发展观光、发展体育文化，在各行各业当中都要成为世界的骄傲。愿上帝你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个孩子都能够领受神的祝福，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奉献是敬主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请起立。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是你赐你恩典，是我的唯一国，我赞美你直到永远。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大卫后代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以此为借鉴，提醒我们不要眷恋权力，能够为过去荣耀感恩。也求神今日也与我们同在，愿我们能够跟大卫一样，一生爱神，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世世代代跟随你，荣耀你的名。现在我们献上时间、才能、金钱，成为你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再次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都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吗？我们再次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用再次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再次我宣告，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的台湾要进步，我们的教会要进步，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进步。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能够有卓越的生命，使你们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有各样的好行为，能够来荣耀天上的父上帝，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好，各位姐妹平安。我是木轩，我是社青小组的小组长。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报告时间。好，那我们今天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你愿意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的，那我们就请你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你。好，没关系，那我们先既然没有，那我们就跟前后左右的人一起说，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好，然后给自己一个掌声，耶！好，接下来报告第一点报告呢，就是台湾不是台湾，迦南教会社教50周年礼拜，那就是报告已经那个报名已经截止了，那就是请那个如果你有报名就是59周年的，就是户外礼拜的，请将那个400块的报名费就是交给小组长，那社青的话交给我，然后学青的话交给敏媛。就是400块交给小组长，然后第二点报告就是青年牧区同工退休会。那我们同工退休会呢，就是10月的11号到10月的13号，没有错，就是13号那一天呢，就是我们会跟着全教会的户外礼拜，我们就会一起参与这样子。那这一次呢，那个我们的退休会呢的主题是重新开始，重新出发。那内容就是会让就是我们的同工呢能够更了解自己的优点，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发想就是明年牧区的事工还有未来，然后跟未来2-3年的目标。那请同工预备心。那如果你是你的同工，如果你是退休会跟户外礼拜一起参加的话，那就是1000块钱。那这个钱呢交给维恩。对，交给维恩举手。对，交给维恩。那如果你只是参加退休会，就是600块这样子。那报名表已经传到约书亚群组。那要报名的话，就是去约书亚群组填报名表，然后缴费这样子。然后来第3件事情报告：青年牧区第5次定期会在9月14号上午10点在401教室召开。那提醒就是各位要参加定期会的同工，请于9月10号以前交报告给新宇吗？对，好，交给新宇，然后记得交给他。好，来第4点报告，就桌球 PK 赛的练习之间。那我们明年预计会办一场就是桌球 PK 赛。那为了方便大家练习，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练习，我们在礼拜堂的那个墙壁的后方已经摆了一个桌球桌，所以请大家可以有空，就是比如说礼拜前或是礼拜后能够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练习乒乓球桌。但是礼拜中跟小组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使用，知道吗？对，那个时候是不行使用的。好，那就摆在那个墙壁的后面，大家等下可以去看一下。等下不行，等下是小组时间，小组后可以去练习一下。好，接下来的报告就是这个很重要哦，大家要仔细听，就是2024年初信造就的课程，然后就从9月14号起，然后会就是总共有6周，那总共有12堂课，那会开设基要真理的课程。那如果你是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一定要上完这个课程。然后，如果你是现任的区长跟小组长，也一定要来上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那如果你是会友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报名表呢，就是也已经上传到各小组，那请你填报名表。然后如果你就是想要报名的话，就是也可以询问小组长或区长。那如果你要因为9月14号就开课了，所以要报名的话，请尽快9月12号以前要完成报名。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牧师要补充。我们这个在我们周报第3页啊，我们有一个教会的2025的教会干事团的任务和职责。好，那我们从9月份开始呢，我们有
征聘的几位干事，今天有在我们当中的是有倩茹，还有秉恩，还有恩典哦，好，请他们也站起来，我们来拍手来。我看来站在台前好了，好，因为有一些，我们现在有那个吗？没有，他不需要，他就可以来台前。好，来，那个恩典来台前，好，留个历史镜头，好，因为我们这个都有直播，然后都会有存档，好，那我们会在以后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好，所以我们的倩茹是教会接下来将来准备要成为行政干事。好，那恩典和秉恩呢是我们的青年和总务干事哦。好，所以我们也为他们来鼓励，好，来祝福他们。好，请回。好，那我们这个户外礼拜的报名呢，好，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报名，你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青年牧区的同工退休会。好，那就是可以来报名户外礼拜的方法哈。好，所以我们现在户外礼拜已经人数过多了，好，所以游览车已经叫不够了，好，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参加，还想要参加户外礼拜，我来问一下，你有报名户外礼拜的人，请举手一下。好，这么多，好，谢谢。好，那大部分人都有参加。好，如果你还想要参加的话呢，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同工退休会，好，就可以直接被送到户外礼拜的真理大学去。好，我们就这时候就大家小组互相请安。对，小组时间。那嘉青就是在新堂的左侧，那执事状。49号，49号1楼，好像有好料，对，就是在49号1楼。那执事状就在那个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好了。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去吃啊，没有，我们就先在这边，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好，那现在小组时间，请互相请安。